这些都是被陆清武推掉的 IP 漫改项目，其中有不少都是平台 S 加级的，知道是多少钱吗？您。 你手怎么了？没事儿，就前几天不小心打球扭到了。放屁！你有几根运动神经我还不知道。这不是我的案子吗？谁给你塞的活儿？是他吗？这不重要。喂，你干嘛？喂，你干嘛？你去哪儿？你别去找他，你别去。